作為環球基金經理嘅我，平時要面對好多香港同埋澳洲嘅投資者，仲要睇實唔同嘅市況，望住好多嘅數據，分析市場，仲要成日去面對唔同嘅媒體訪問喎。所以我經常性警惕自己唔可以鬆懈，長期高度用腦，尤其是市場最近變動好大，升升跌跌，個腦一定要轉得好快，先至可以做到好嘅投資決策。所以我揀產品都會睇得好清楚，最好針對我嘅工作同埋我嘅生活需要。腦精靈幫助支援腦神經、腦細胞，提神醒腦、激發腦活力，呢啲都係我好重視嘅。每日食2粒，4星期之後，我已經 feel 到我嘅集中力同埋反應思考都有啲改進，同埋工作效率都有高咗，令到我可以同我2個小朋友相處嘅時間都多咗。如果你都想腦袋清晰啲、精神啲，呢個值得一試。趁腦精靈呢段時間有限時優惠，有興趣嘅可以 click 下面嘅鏈接睇一睇啦。Hello，大家好，我係 Andy Wong 啊，歡迎收睇環球多元資產分享啊。過去呢1個禮拜裏面，其實環球嘅投資氣氛裏面咧係有變好咗噶。咁雖然睇住個股市就好似一個好橫行嘅格局啊，但係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唔同嘅業績期嘅股份咧，公布咗業績之後，佢哋嘅反應可能大家係有啲意想不到噶。咁究竟我哋今日會同大家分享啲乜嘢呢？記得密切留意我哋今集嘅教學分享啦。同過往一樣係冇任何嘅投資建議，但係建議就有一個，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like 我哋條片啦。首先都喺度同大家講聲母親節愉快啊 ，Happy Mother's Day 啊！過去呢1個禮拜裏面 S&P 500嘅指數，其實佢哋雖然喺度橫行緊，但係更加確立到我哋之前一個中線嘅分享，講緊可能4月中或者4月頭嘅時候嗰個低點，好大機會成為咗可能呢一個調整浪嘅一個低位啦。因為之前都同大家講過，其實佢哋已經反彈超過0.618啦。另外個升勢已經升破咗個下降軌啦。現時我哋雖然睇住好似個指數喺度整固緊，但係如果我哋睇下見唔見到綠色呢一個位置同埋紅色呢條虛線，有冇啲似一個頭肩底嘅形態呢？嗱，對於一啲技術分析可能唔係好咁熟嘅朋友咧，要留意啦。頭肩底嘅形態即係乜嘢呢？即係話一個而家整固緊嘅一個階段，如果升破咗個頸線咧，亦即係呢一個好大機會係一個轉向，話俾大家聽，開始完成咗調整，行一個新升浪嘅趨勢。咁我哋未來一段時間係值得去留意，究竟指數會係好唔仁慈咁樣一下升穿咗條紅色頸線，就慢慢反覆向上啦，定係佢會而家呢一刻願意同大家俾多啲時間，俾個機會大家上車喺呢度做一個右肩係啦嘅一個整固咧？嗱，大家要去留意啦。但係有一點要知道嘅就係我哋 Factor 量化評分16分為之滿分嘅情況底下，標普500指數已經再次繼續喺14分咁高分啦嚇，亦即係話喺個基本面同個技術面都係繼續有個支持喺度噶。再加上啦，其實投資氣氛咧就喺一片擔憂嘅新聞底下咧，由之前幾個禮拜嘅 extreme fear 極端恐慌嘅情緒底下咧，已經開始變到一個正常嘅貪婪情景啦。嗱，如果喺呢一段時間仍然仲係好企硬一邊話一個股市係應該要大冧啊嗰啲情況，我相信可能要喺度望一望下啦。點解會喺一片大家好擔憂、好悲觀嘅新聞底下，其實個氣氛已經回暖咗咧？嗱，其中一啲因素咧，就係可能之前大家一直好擔心嘅一啲關稅嘅憂慮咧，可以話喺4月初嘅時候有啲叫做見咗頂，亦即係話而家市場已經開始隨住特朗普或者叫美國願意同其他國家係開始叫做坐低傾，例如英國嘅情況咯，係啦，咁呢一啲咧都係俾大家去諗，之後任何關於關稅上面嘅新聞消息咧，應該都係向好噶啦，因為最壞嘅情景最多咪好似4月初大家曾經見過嘅情景咯，而之後如果美國同其他國家再傾嘅，只會係慢慢趨向好嘅方向，即係只不過係 the worst 定係會係 bad 嘅情景嚟嘅啫。但係無論如何，記住金融市場同經濟有時係可以分開走噶。有個意思即係話，縱使可能睇住嗰個關稅有機會拖累個經濟，但係有一啲企業其實佢可能同個經濟個關係未必真係咁敏感噶。咁所以呢一啲大家要值得去留意多啲啦。
另一方面，市場上面咧就真係可能都預咗聯儲局冇乜嘢講啦，咁甚至啦，即係其實聯儲局當晚或者叫鮑威爾講嘅嘢咧，我相信啊好多我哋香港嘅投資者咧，可能平時傾開偈都已經可以講到阿鮑 Sir 嗰晚講嘅嘢㗎啦。咁所以啦，其實對於市場有冇一個好大嘅震盪、好大嘅錯愕咯？其實冇嘅，因為甚至佢可能叫做有間接地喺度話緊特朗普嘅關稅係有機會影響到嗰個經濟嘅一啲數據，令到佢要之後先至再睇。咁甚至講緊失業率有機會升，好多不明朗因素，可能令到大家會諗到係一個叫滯脹嘅情景。但係呢一樣嘢都已經俾我哋市場一早已經消化咗，所以對於聯儲局今次按兵不動呢個動作，其實唔係太過介意嘅。反而我要擔心定嘅一點就係，如果鮑威爾或者聯儲局之後因為佢哋係滯後㗎嘛，而家做緊嘅動作，佢先至再次突然間一下好急咁樣減息嘅話，會唔會令到市場當下嘅氣氛會差咗咧？呢個要留意啦。當然啦，其實我哋會睇到而家呢一刻佢哋覺得即係央行上面啊，或者聯儲局覺得仲有個空間俾佢哋慢慢等。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好似嚟緊呢個禮拜好多嘅經濟數據都係出俾大家睇，同通脹相關啊，即係啲 CPI 嘅數據啦，係啦，咁呢啲都係其中一個因素啦。另外啦，咁其實我哋當然啦，而家見到嘅好多嘅經濟數據似弱還強㗎，係啦，咁所以你話鮑威爾有冇一個咁樣嘅空間俾佢去滯後，係好似係有，但係又調翻轉聯儲局係咪應該淨係做滯後嘅動作咧？呢個係一向都係一個問號嚟㗎啦。所以咧，嗱，其實作為投資者，我相信喺呢一刻可能做得比較容易啲，就係反而我哋唔係再用咁宏觀嘅方面去睇，亦正如之前都有同大家講過，用 macro 去睇個市嘅時間應該係過咗㗎啦，而係應該係去翻微觀啲，即係我哋所講可能係一個選股嘅情況嚟㗎。嗱，其實我哋可以睇到呢一刻，因為個美股個業績期之前咧，美股已經預先回落咗好多，亦即係我之前講市場 price 先咗唔少㗎啦。咁所以啦，大家可以見到，暫時喺今次嘅業績期裏面咧，其實呢個藍色 bar 咧就係講緊話，如果啲企業出咗一啲盈利嘅指引係相對正面嘅話咧，咁究竟嗰個股價個表現係點嘅？即係個藍色 bar 越高咧，亦即係話市場對正面嘅反應咧係比較強烈，而黑色呢條虛線就係過往嘅一個平均嘅反應。可想而知，今次出緊嘅業績期咧，暫時市場對於一啲正面嘅指引咧，係比起過往嘅平均嘅情況為之強烈，亦即係話比較正面樂觀啲嘅。而另一邊廂，我哋睇下，如果市場出一啲負面嘅盈利指引嘅時候啦，或者叫做差過市場預期咧，呢啲藍色巴如果向下越長咧，就即係話市場個表現係比較負面，係啦，黑色虛線就係平均嘅反應。我哋可以去睇呢件事就係視為，如果係一個整體氣氛仲係差，或者個信心係好脆弱嘅情況底下咧，如果嗰個企業出嗰個負面指引咧，好大機會其實個反應係會比較偏淡㗎。嗱，我哋今次睇到，當然嗰個都有個懲罰性，都有暫時出緊係負1.7%，但係都見到遠低於之前嘅平均數嘅反應㗎。所以我哋會見到而家美股嘅氣氛咧，可能其實係比起我哋就咁睇住個大型指數嚟得即係叫正面嘅。嗱，如果大家即係有啲朋友仔想睇多啲，究竟呢段時間唔同板塊、唔同企業，究竟佢哋整體嚟講嘅正面反應、負面反應嘅指引咧，咁其實可以參考住呢一幅圖啦。咁我喺度唔多細講啦，但係整體嚟講咧，記住綠色咧就係比較叫正面。暫時啦，即係我哋當然希望，如果去揀一啲即係長期正面啲嘅反應嘅公司咧，梗係例如 healthcare 啦，咁因為見到綠色 bar 係高過紅色 bar 嘛。另外啦，IT 啦、房地產啦，呢啲都係暫時咧係正面嘅指引係多過負面嘅指引㗎，咁所以可能可以睇多幾眼啦嚇。我相信大家觀眾，大家聽咗咁耐都聽得出，其實今次個業績公佈出嚟嘅情況係嚟之好嘅。暫時我哋公佈咗451隻股份當中咧，咁個盈利嗰個驚喜啦，係高過市場預期，即係整體嚟講都高過市場預期之外咧，佢哋個盈利增長咧有成12.3%㗎。嗱，我哋借用 FactSet 一啲嘅講法啦，其實都會見到而家整體嚟講啦，其實講緊個盈利增長，所以其實已經可以追翻上去5年、10年以上嘅嗰個表現㗎。所以我會想帶出一點就係咧。
如果個經濟面真係冇預期之中要突然間走差得好犀利，可能我哋要有個心理準備，就係盈利，即係企業盈利可能已經見咗底㗎啦。就好似呢一幅圖咁，咁見到啲黃色巴咧，其實係未來一段時間咧，睇嚟都係當住一個整體係一個橫行，甚至開始慢慢反覆向上㗎啦。嗱，仲有一點喎，記住我哋如果去睇藍色巴 actual 咧，其實我哋會見到市場過去一段時間咧，其實都叫做估唔到啲企業嗰個營運成效咁好，咁即係話咩咧？即係話除咗如果我哋參考翻過往嘅情況到未來嘅指引去參考咧，就會見到而家市場係預期美股個盈利咧已經係開始叫做回穩㗎啦，將來有機會回升添。而且如果參考翻過往嘅 pattern，有機會就係原來到時企業交出嚟嘅數咧，可能比起市場預期更高啦。咁所以我哋要諗一點啦，如果經濟真係唔係真係突然間冷卻嘅話，而盈利開始見底，會唔會頭先講到嘅 S&P 500指數嗰個低位，係其中一個我哋要開始諗下點樣去部署，點樣去睇下自己嘅投資組合有啲乜嘢可以做咧？因為其實頭先幅圖係 Bloomberg 嘅，而呢一幅圖係 FactSet，不約而同地，大家都會見到其實暫時市場係預期緊個盈利嗰個增長咧，而家係開始回穩，然之後慢慢向上㗎啦。既然係咁，我哋可以睇下業績期嘅反應啊。嗱，我哋上個禮拜咁其實咧，我哋嗰個錄製嘅節目裏面咧，有一部分擺咗上去 Patreon 㗎。咁而當中咧，咁其實亦有一啲係我哋 Factor 美股策略裏面一啲持倉嘅。咁其中一隻就係 Monster 啦。咁其實佢啱啱出完業績㗎啦。我想講嘅唔係究竟佢份業績係如何，而係大家可以見到一點嘅就係佢嗰個反應。只要大家見到佢個指引係有一個正面嘅效果底下，縱使佢當時係低開，但係亦可以直係令到一個高走，甚至亦好似我哋之前提到嘅，有啲股份喺一個咁悲觀嘅氣氛底下咧，其實已經開始創緊新高㗎啦。而 Monster 就係以收市價嚟講，其實佢叫做開始創緊一個歷史新高㗎啦。嗱，我未必會覺得佢好似一支火箭咁繼續行，但係我覺得呢一個都係幾值得去留意一個嘅技術走勢，佢會唔會繼續喺度慢慢反覆一步一步向上行咧？即係話市場係睇緊公司嘅執行力，咁呢一啲都係其中一啲例子，你可以舉一反三㗎。好啦，咁而另外一個 Factor 美股策略嘅持倉例子咧，就係 NI 啦。咁整體嚟講咧，我想帶呢一隻股份出嚟講嘅咧，咁當然我哋會見到其實佢份業績交出嚟咧，係令到市場放心，甚至係一個正面，就係我哋會見到一啲 AI 上面相關嘅一啲需求啊，應用層面其實係仍然仲係好 solid 㗎。咁我哋會見到，當然個股價而家暫時都係仲係橫行，但係呢一個嘅股份，我希望都係俾大家又拎到一啲參考嘅例子，就係話唔一定講緊最大型嘅股份先至一定係受惠成個 secular trend，甚至可能連一啲相對大家可能冇咁大名嘅公司咧，其實佢份業績都可以受惠嘅喎。好啦，咁其實喺呢一段時間啦，大家可能睇業績期，有時最驚嘅或者叫做可能參考緊過去幾個月嘅表現底下，大家對於 Mac7 即係七雄係開始好冇信心。但係我相信有跟開我哋嘅觀眾朋友咧，其實都會知道，其實或者叫預咗 Mac7 係有機會係會跑輸嘅。喺過去呢段時間，因為橙色呢條線就係代表七雄個盈利增長個趨勢啦。見到其實呢段時間係回落緊嘅。咁而另外咧，藍色就係講緊 S&P 500，即係七雄以外嗰493隻，整體嚟講佢係不斷向上行噶。咁我哋之前都講，如果用一個相對嘅角度去睇咧，就會見到 Mac7 係應該有機會 underperform，而應該睇 broad market 啲嘅，亦即係我哋講緊嘅指數可能會行一個大橫行，因為 Mac7 有少少未必可以咁容易突然間有個新嘅催化劑拉升到嗰個指數，所以會反而調翻轉拖累住個指數有少少叫橫行嘅之前。係啦，咁而 broad market 亦即係我哋講話選股嘅方式可能會嚟得更加好，咁就係因為佢哋喺呢段時間，可能佢哋自己嘅業績強勁嘅話，就可以跑贏個美股嘅指數啦。嗱，呢啲係之前嘅一啲講法。如果大家望住個時間表，其實可能 Mac7 跑輸大市嘅時間咧，其實可能開始去到尾聲㗎啦，因為開始橙色線同藍色線係一致㗎咯。所以咧嗱，我哋要開始真係就住而家 macro 個氣氛可能仲係一般，指數仍然仲係整固，其實係應該做多啲功課，或者睇我哋做多啲功課，點樣去幫到自己啦。
而喺 Mac Seven 當中，喺啱啱呢一個禮拜裏面咧，Google 嘅母公司 Alphabet 咧就出現咗一個好大嘅新聞啦，就係講緊究竟 Apple 係咪個 Safari 嚟緊會有個 search engine 會影響到 Alphabet 啦。嗱，首先我會咁講，如果大家記得我哋之前有提到嘅，其實佢份業績大家都見到佢係有預咗呢一啲 search engine 個 market share，因為個 competition 啦，即係個競爭性咧，因為大家又見到有 ChatGPT 啊、Copilot 啊、Complexity 啊，好多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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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同嘅名字開始越嚟越多人用，但係究竟係咪真係會令到一個咁多元化嘅公司有機會咁容易俾人蠶食晒佢嘅一個盈利模式咧？我講緊嘅盈利模式唔係我哋呢一刻見到嘅廣告或者 search engine 咁樣嘅盈利模式喎，而係佢仲有好多究竟點樣將自己 AI 套用落去個生態圈，而令到越嚟越即係嗰個盈利嗰個 quality 會越嚟越靚，甚至可能令到佢個客戶個黏度亦係好高嘅情況底下，我覺得呢個仍然係 Alphabet 最大嘅優勢。如果大家記得嘅就係我講過喺 AI 嘅年代裏面，數據會比起我哋過去以前10年，我覺得數據更加值錢嘅時候，喺 AI 嘅年代，我相信一啲優質嘅 AI 數據會嚟得更加重要咯。咁兼且啦，呢個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啦。我哋雖然啦成日都笑可能 Waymo 未必係咁好，但係其實見到佢同 Toyota 嘅合作，都已經見到咩叫一個有能力、有基礎嘅公司。其實佢可以有好多唔同嘅一個即係盈利嘅模式 business model 出嚟嘅。所以向前望，我覺得 Alphabet in the long term 其實佢而家係一個仍然仲有一個好 solid 嘅一個商業增長模式喺度嘅。咁所以啦，如果我哋就住呢個消息，即係講 Apple 呢個消息去睇咧，我見到個股價起碼冇跌破嘅即係最近嘅低位啦，亦即係好接近前浪頂嘅一個支持喺度。暫時我係正面嘅繼續，而喺中線嘅角度啦，我係會覺得而家呢個估值係非常之吸引，係啦，唔止話淨係佢平過 S&P 500，其實如果我哋睇佢嘅 factor 量化評分，嗰個股價一路跌，但係嗰個 factor 嘅量化評分反而16分滿分裏面有成12分，呢一啲係我哋覺得係一啲正面嘅信號㗎。而既然呢個業績期係咁重要，大家記住啦，嚟緊呢個禮拜咧，仍然仲係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啲大家熱炒嘅股份啦。我相信有幾間公司可能大家會好留意嘅。咁例如 Walmart 真係大家會好想聽，究竟一個關稅嘅情景底下，佢會講啲乜嘢咧？係啦，咁而另外啦，我相信對於香港嘅投資者係啦，亦會開始留意多啲，就係見到例如港股嘅騰訊啊、京東啊，又開始出業績啦，而可能會即係同埋阿里巴巴啦，新興市場其他嘅業績嘅股份，可能由 C 啊、NU 啊呢啲，大家又會開始睇多啲啦。既然香港投資者都會開始去留意翻業績期，咁我就會覺得港股呢段時間因為嗰個關稅嗰個消息曾經4月初都急跌之後咧，咁佢呢段時間補翻咗成個關稅消息個裂口㗎嘛，我相信呢個比較大機會係喺呢一度開始會叫整固休息下㗎啦，係啦，究竟佢需唔需要整固翻，話完全落翻成個呢個年幾嘅成個上升通道嘅底部咧？我覺得唔需要嘅，但係最起碼啦，呢段時間可能休息下睇業績嘅情況底下，先至再睇下有冇動力，當然會係其中一個因素啦。咁而另外一個因素咧，就係究竟喺而家即係大家都知嚟緊呢個時間係講緊中美嗰個嘅關稅上面嘅消息，喺呢個 weekend 會唔會有啲新嘅動作出到嚟咧？咁呢個係宏觀面其中一點要留意嘅。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喺選股方面咧，可能仍然仲係會要小心啲啲，係啦，即係未必可以淨係不斷靠個概念去推升，尤其是呢段時間不斷講話有好多一啲好推升得好靚嘅股價啦，其實都係同消費力可能會有相關，係啦，甚至大家見到好多唔同嘅組合拳突然間出嚟，當然係一個利好嘅支持，但係因為我相信都可能真係無論關稅令到可能經濟嘅動力嘅影響啊嘅情況底下啦，咁再加埋啦大家都會見到啦，一啲通脹嘅數據咧喺內地咧又開始重現一啲壓力啦，即係如果睇住白色條線咧，又喺零嘅水平樓下啦，咁所以咧大家要小心去揀。所以咧其實如果我哋參考翻過去一段時間曾經出現過可能一個即係通脹下行嘅壓力啊，咁跟住盈利嘅情況底下又係有少少可能大家要觀望一陣嘅時間咧，可能有啲策略又會啱用啲嘅。
其中一個咧就係、即係高息嘅策略啦。嗱，其實我哋 Factor 都有一啲香港嘅高息策略嘅即係選股模式啦。咁其中一個持倉嘅例子咧，我覺得開始有少少偷步嘅，因為咧，例如其中一個就係一隻股份啦，就係83號啦。咁大家會見到其實佢個股價有啲下破咗即係上破咗個下降軌㗎啦。咁亦已經去到咧，即係可能如果真係繼續企穩到咧，咁其實佢有機會即係開始行一級一級即係長方形個區間咁行上去啦。嗱，其實當然今次嘅即係一啲即係呢隻股份嘅突破有兩個原因啦。一，我覺得而家市場上面開始想揾翻一啲可能估值低啦，即係財政壓力唔係太大啦，亦派到息嘅公司啦。咁第二啦，當然因為香港最近都有啲消息嘅。呢一個咧就係大家可能會見到大行啦都有拎出嚟講嘅，就係一個月嘅 HIBOR 即係白色呢條線咧，係突然間急跌咗好多啊嚇！嗱，我唔覺得個 HIBOR 可以突然間跌翻落去我哋之前非常低息嘅年代嘅時候，但係啦，最少而家呢刻可能會成為咗一個炒作嘅理由，因為如果參考翻過去好多時候啦，白色線即係一個月嘅 HIBOR 同究竟二手嗰個交投量咧係有關係嘅，亦即係嗰個整體嚟講樓宇個成交量嗱，究竟係咪真係會對個樓價會一個即刻短期好大個支持咧？嗱，我呢一點我有保留嘅，就算對住條藍色線，我都未揾到一個好確實，完全係一個立即出現嘅一個correlation 喺度。但係最起碼我會覺得令到可能一個即係房地產個活動上面係真係有機會有幫助嘅。咁所以啦，即係如果我哋成日都講，我而家唔係睇緊成個實體經濟嘅情景，而係去睇一啲個別公司個底蘊係咪已經開始喺財務報表上面已經開始可以令到公司跑贏個實體經濟咧？咁可能呢個可以成為一個炒作嘅一個主題嚟㗎。咁當然啦，即係我以下即係之後都會繼續去分享其他嘅一啲股份，究竟無論係講緊港股上面啦，仲有一啲乜嘢係可能呢段時間一啲報告有出過啊，甚至究竟頭先我哋講緊中港嘅關係上面，或者叫中美嘅關係上面，究竟有冇一啲可以有個回暖嘅概念股值得留意一下，或者究竟可以去參考一下，已經見到啲資金偷步咧？好啦，嗱，咁頭先講到港股啦，咁其實即係因為有個叫做香港地產股嘅炒作概念啦，咁大家其實見到其中即係 Bloomberg 裏面啦，佢哋自己就覺得咧新鴻基係比較吸引嘅，咁但係啦，我就唔去特別去 comment 究竟佢哋嗰個報告點睇呢件事啦，但係喺個技術走勢上面咧，就好似差過我哋自己嗰隻持倉嘅股份，即係83號啦，咁但係因為最重要啦，佢可能呢個區間即係叫3個月新高，但係佢未破過下降軌啊！唯一可以即係喺就咁睇住呢一張 chart 裏面，我哋會見到就係個量化評分，大家都係11分啦。而另外一個高息嘅概念咧，咁其實有發生喺領展嘅。點解會突然間拎翻領展嚟講咧？如果大家記得我喺即係今年咧，有同大家即係講過喺宏觀成個環球嘅概念裏面，其實高息股係其中一個我無論喺港股同澳洲嘅股份裏面咧，我都係覺得一個值得留意嘅，尤其是係 REITs。如果大家記得嘅，或者唔記得嘅，或者想參考下嘅，可以睇翻之前嘅一啲分享。咁但係整體嚟講，823領展呢段時間咧，當然佢嘅抽高除咗話高息概念，REITs 因為可能係大家開始見到財務報表上面咧，大家都開始見到有機會真係見底啦，係啦，咁令到再加上就係講緊因為 liquidity 即係啲流動性嘅一個有機會受到追捧咧，突然間823呢段時間個股價係好強勁㗎，咁但係要留意啦，即係究竟綠色呢啲究竟支持線啊，究竟係咪短期可以做到一個整固嘅支持啦？係啦，同埋始終佢都未突破到呢個橙色線嘅下降軌嘅，咁都要留意翻啦嚇。好啦，既然我哋頭先講咗咁多一啲即係中美個關稅回暖，甚至其實全球嘅關稅回暖都有相關嘅，係啦，咁所以我會咁睇啦，即係其實關稅回暖概念股係值得去留意一下，因為我哋會諗到縱使我而家呢一刻唔敢期望中美係會即刻嗰個關係會即刻變到好似完全冇晒事，但係始終啦，即係可能歐洲啊，甚至其他國家咧，都有機會令到全球嗰個可能供應鏈啊或者經濟活
動啊，其實都可以叫做 unwind 翻4月嘅時候咁悲觀嘅情景㗎。咁所以例如其中一隻其實都幾有關係嘅就係 Tesla 啦，咁佢個股價啦，大家會見到啊，其實份業績係好差，但係又出現咗一種我成日都講嘅應跌唔跌嘅情景，即係話好壞嘅消息，但係股價係冇再跟住佢跌，而且啦喺呢一個大家憧憬緊可能關稅回暖嘅概念裏面咧，其實嗰個股價咧亦偷偷地已經叫做突破咗下降軌㗎啦。大家會見到佢嘅 factor 量化評分咧，亦開始由一個比較低分，亦開始回升嘅跡象啦。另外啦，其實關稅回暖概念股其中一啲就我哋可以睇下啲工業股啊、AI 相關嘅概念㗎。咁例如其實 Eaton 就係其中一隻係好關事嘅公司啦，因為其實大家知道我哋好中意呢間公司好多年㗎啦。咁但係佢呢段時間因為可能之前AI 熱炒 data center 嘅概念冷卻，令到佢受累啦。另外啦，因為關稅上面都令到其實喺佢今次份業績都聽到係有少少打擊嘅，令到佢個 operating margin 上面。但係整體嚟講咧，喺個 long run 上面咧，其實佢仍然仲係好 solid 嘅一個發展方向。咁甚至啦，因為佢哋個 execution 即係你個執行力比較強咧，其實市場預緊有機會啦，喺嗰個環境冇咗特別變差底下，佢個估值曾經回調咗咁多咧，其實有機會大家諗緊，可能去到下半年咧，其實佢嗰個盈利表現咧，有機會開始慢慢可以終於結束過去呢幾個月嘅一個調整嘅情況啦。所以啦，其實我會話，暫時各國唔同有好多關稅嘅情景同美國好唔一樣。嗱，我唔花時間同大家喺度細分啦，因為會一直有好多變化。但係我希望會俾大家見到，其實今次叫做weekend 啦，即係因為即係英國啊，咁之後就輪到中國有偈傾啦。咁而之後中間呢啲應該相對易傾嘅，即係歐洲啊、台灣、日本啊、其他嗰啲，我相信整體嚟講，關稅嘅消息係會慢慢向好向去行嘅。但係記住，重複一點，經濟面未必真係會有咁好，但係喺金融市場上面應該已經有啲資產咧係開始會嚟得吸引啦。好啦，咁除咗講一啲叫做頭先講嘅關稅回暖概念股咧，其實虛擬貨幣主題嘅回暖概念當然都應該值得去留意啦。咁因為如果我哋去睇嘅就係叫做見到即係例如 Bitcoin 升翻唔少啦，係啦。咁我只喺度跟進翻一隻即係我哋之前有講，如果中意個生態圈，即係講緊相信虛擬貨幣會慢慢發展出去咧，Coinbase。當然今次份業績係唔靚嘅，但係見到暫時佢今次出咗份業績，所謂差過市場預期好多，其實佢個跌幅唔算好大，兼且做緊少少一個頭肩底嘅形態。頭肩底就正如我哋之前講到技術分析當中，呢個係個反向嘅形態嚟㗎。咁所以如果佢右肩守到咧，可能真係代表市場上面睇緊佢係成個生態圈嘅發展，即係喺佢今次嘅業績之後咧，其實市場係睇緊佢應該佢會着重會做多啲 recurring 嘅 revenue，即係要做多啲關於佢個機構投資者啊或者機構客戶係佢未來1.2嘅重點發展方向，而唔再淨係因為 Bitcoin 嘅價格或者叫做虛擬貨幣嘅價格上落，令到佢嗰個盈利咧就會一個好大嘅反覆，因為呢一啲咧唔係機構投資者咁 prefer 嘅，咁所以呢一啲咧可能係而家市場留意緊嘅嘢。呢度做個少少嘅跟進先啦，咁但係記住啦，頭先呢啲都係一啲嘅教學分享啦，咁同埋有啲可能係我哋個倉位有持有或者我個人有持有啦，記住呢啲係個人經驗同埋教學嘅分享，就唔係任何嘅投資建議嚟嘅，但係希望大家繼續多多支持我哋，多謝晒。